我嘅聖經講喺簽人書第3第7節咁樣講到，自家唔好自作單殺聰明，唔好自作單殺強，遵從上帝，避開咧做壞事情，都係自強。但係呢，因為嘅接喺簽人書第3第8節咁講到，家就係醫治自家嘅身體，本自家嘅骨頭舒服，咩意思？係講自家冇自作聰明強，冇自作聰明厲害，自家要遵從上帝，要敬從上帝。上帝講家就係本自家嘅身體得到醫治，因為骨頭得到舒服。意思嚟講，自家要依靠上帝，要敬從上帝，上帝要照顧自家，上帝要甲自家統籌，而佢祝福自家健康，祝福自家身體骨頭乜嘅都健康，係講要遵從上帝，自家得到上帝最好嘅恩典。有問題有痛苦，佢能夠快樂俾自家，其他嘅聰明智慧充滿到自家嘅心中，本自家出頭天，本自家得到要利息，家就係上帝合意嘅，在耶穌裏面，阿門。